我哋會用2個鐘頭嚟去讀同埋明白啟示錄。我哋用嘅方法就係喺啟示錄裏邊揾出耶穌。咁我哋通常喺聖經裏邊咧，我哋睇到有兩個嘅極嘅。第一個嘅極咧，就係喺聖經嘅開始，上帝叫人嚟去管理同埋征服佢嘅受造世界。咁我哋就依照上帝嗰個嘅命令嚟去工作啦。咁但係咧，到尾嘅時候咧，有好多嘅人個睇法就係上帝會突然間發嬲，同埋咧會毀滅呢個世界。咁即使我哋係被主耶穌救贖咗咧，我哋所做嘅一切咧，都係以悲劇收場嘅。咁上帝咧就會重新創造過一個嘅世界。呢個咁嘅睇法咧係互相矛盾嘅。咁啟示錄到底係講乜嘢咧？啟示錄係一班嘅教父，當佢哋將一啲嘅文獻係集成為聖經嘅時候，就將啟示錄擺咗喺聖經嘅尾嚟去作為一個總結。咁我哋就應該睇睇啟示錄。咁呢個課程係點樣安排嘅咧？首先嘅，我哋睇見啟示錄有3個嘅定位點，呢3個嘅定位點係非常之重要嘅。如果我哋唔能夠清楚嚟去解釋呢3個嘅定位點有錯誤嘅時候咧，整個嘅啟示錄嗰個嘅邏輯就會搞錯㗎。所以喺呢一部分，我哋就要睇睇啟示錄第1同埋第2個定位點，就係喺頭嗰4個嘅印同埋最後嗰2個嘅號角嗰度。咁喺第2個部分咧，我哋就要睇啟示錄將會點樣從第1個定位點帶到我哋去第2個嘅定位點。咁喺第3部分咧，我哋就要睇一睇第3個定位點，好多人叫做千禧年嘅，同埋最終嘅審判。我哋想知道好多流行對千禧年嘅解釋係咪啱嘅？喺第4個部分，我哋要睇一睇啟示錄點樣帶我哋從第2個定位點去到第3個定位點。咁當我哋明白晒呢啲嘅時候咧，我哋就喺第5個部分可以明白啟示錄整個嘅架構，同埋啟示錄嘅目標。咁我可以話俾大家聽，雖然呢個安息嘅字係冇喺啟示錄裏邊出現，但係安息就係啟示錄嘅目標。咁最後我哋就會睇到啟示錄到底係講緊乜嘢，亦都唔係講緊乜嘢。咁我哋就睇一睇啟示錄個骨幹。嗱，啟示錄有3個系列嘅7嘅，有7個印，有7個嘅號角，有7個嘅碗。咁碗咧好清楚就係上帝嘅憤怒嚟嘅，但係啟示錄裏邊冇話俾我哋聽，印同埋號角係咪上帝嘅憤怒？我哋唔可以隨意嘅話，哦，因為碗有一啲嘅災害，咁印同埋號角都有災害，所以咧佢哋就係上帝嘅憤怒。我哋要仔細嘅嚟去睇一睇。咁我哋就開始睇第1個嘅定位點，就係頭嗰4個嘅印。咁頭嗰4個印，好多人嗰個睇法就係咩咧？佢哋睇到有4隻馬，同埋有4個嘅騎士。咁第1隻馬咧，
就有一個騎士騎喺上高，呢隻白馬咧就四處不停嘅嚟去征戰，跟住咧就有一個嘅騎士騎喺隻紅馬上高，咁佢哋就將地上高嘅和平就奪去，咁就帶嚟人彼此嘅相殺。第三個騎士騎喺黑馬上高，就代表咗我哋日常所需要嘅就會缺乏。然後喺第四隻馬上高有個騎士，呢隻馬係綠色嘅，呢個係代表咗一個青同埋發病嘅顏色。咁呢隻馬嘅出現，地上高1/4嘅受造物就被殺啦。如果我哋咁樣睇嘅時候咧，我哋就發覺呢啲頭嗰4個印好似只係講災害。咁咧，我哋就問災害係邊度嚟嘅咧？咁既然羔羊係開每一個印嘅時候，我哋就話呢個係從上帝而嚟嘅災害。咁呢4個印係呢3個嘅系列嘅起頭，所以我哋就話呢個只係災害嘅起頭，會繼續有好多嘅災害嚟。咁咧呢個就影響到我哋點樣睇末世，同埋點樣睇啟示錄其餘嗰個嘅講述。咁到底咁樣嘅睇法係啱定係錯嘅呢？嗱，我好清楚話俾大家聽，呢個係錯嘅，因為我哋只係讀咗一半，我哋就下一個嘅結論，呢個結論就係錯嘅。咁如果我哋不折不扣咁嚟去睇頭嗰4個印，我哋會睇出咩呢？首先嘅，我哋睇到有4個嘅活物。咁但係呢4個活物喺邊度嚟㗎？呢4個嘅活物喺上帝寶座嘅中心同埋周圍。咁乜嘢係可以喺上帝寶座嘅中心？除咗上帝自己，咁呢4個活物會代表咗咩咧？呢4個活物只可以係代表上帝嘅形象，但係人係按住上帝嘅形象嚟去做嘅，為要叫佢能夠代表上帝嚟去管理呢個世界。咁我哋就睇到獅子就代表咗上帝要我哋有尊嚴嘅嚟去管治呢個世界，好似獅子對其他嘅生物有一個嘅威嚴一樣。我哋亦都睇到牛係代表咗忠心，忠心服侍佢嗰個嘅主人。上帝要人嚟去對佢有忠心，去服務呢個嘅世界。亦都我哋睇到上帝係賦予人有聰明、有智慧，叫佢哋好好管理呢個世界，以至到呢個世界係充滿住豐富。然後最後帶出咧，就係呢個世界不斷嘅更新，好似飛鷹可以不斷更新佢個羽毛一樣。但係之後發生咗咩事咧？當人話來嘅時候，我哋就睇見嚟咗有4隻嘅馬，呢4隻嘅馬同埋佢哋嘅騎士就帶嚟呢個世界好多嘅災害。其實呢4隻馬就係上帝要喺呢4個嘅活物帶出嚟嘅，剛剛相反。到最後就帶嚟死亡。如果我哋咁樣睇嘅時候咧，
我哋就睇到聖經嘅結論，即係啟示錄，唔係話俾我哋聽上帝只係一個憤怒嘅上帝，只會帶嚟災害。我哋更加睇唔到呢啲嘅災害會不斷嘅升級。我哋亦都睇唔到信徒嘅盼望就係要呢個世界被毀滅，然後有新嘅秩序來臨。我哋係睇到咩咧？我哋睇到原來呢四個嘅印係呼應緊啟示錄第一章同埋第二章，上帝對人有四個嘅行動。第一個嘅行動咧，就係上帝係叫人嚟去好好管治呢個世界。喺第一章26到28節嗰處講出，呢個係講出人有一個嘅威嚴，就係對應第一個嘅活物獅子。跟住上帝就設立咗伊甸園，將亞當擺喺中間，叫亞當嚟去為佢看守。呢個係只需要人忠心地嚟去行出上帝要佢哋行嗰個嘅吩咐。呢個就係對應咗牛嗰個嘅忠心。跟住上帝就帶一啲嘅動物到亞當嘅面前，叫佢為呢啲嘅動物起名。呢個係需要有聰明，知道呢啲嘅動物嗰個嘅屬性，然後咧有智慧嘅嚟去用呢啲嘅動物。呢個係人面嗰個活物嚟去代表咗。最後，上帝係喺亞當嘅肋骨當中做出一個女人出嚟，唔單止要幫助亞當嚟去管理呢個世界，更加嘅就係佢哋兩個人係可以生育，有兒女，繼續嘅管理呢個世界，帶嚟人類同埋呢個世界不斷嘅更新。呢個就係以嗰個飛鷹嚟去代表咗。但係喺呢四個行動當中，上帝擺咗一個嘅警告喺裏邊。佢話喺園裏邊一切嘅果子你都可以食，但係喺嗰棵分辨善惡或者叫做善惡知識樹嘅果子你唔可以食。咁我哋知道嗰個嘅結果係咩？就係人話來，咁就啟示錄呢四個嘅騎士就出咗嚟，呢四個嘅騎士就係破壞。咁上帝係好清楚俾咗人有一個嘅目標，但係人係錯失咗呢個嘅目標，錯失咗呢個目標就係罪。咁但係咧，上帝冇因此就放棄人類，即使人犯咗罪，上帝再一次嘅喺啟示錄即係聖經嘅結束裏邊，講出佢對人嗰個原本嘅心意。咁呢個係講明上帝係唔會放棄佢原先嗰個嘅心意，要人嚟去管治呢個嘅世界。咁我哋就翻到嚟睇啟示錄嗰個骨幹，頭嗰四個印係講出咩咧？講出一個嘅基礎，人類喺上帝嘅面前有一個不變嘅責任。好啦，咁我哋就再睇啟示錄第二個嘅定位點，就係嗰七個嘅號角，最後嗰兩個，最後嗰個號角就係講出上帝嗰個德性。咁但係乜嘢係帶嚟呢個上帝嘅德性咧？就係喺第六個號角最後嗰一幕。第六個號角有三幕嘅，咁我哋就睇一睇最後呢一幕
到底係講咩嘅？呢個全部喺啟示錄第11章，我就話佢係喺啟示錄嘅中心，因為啟示錄有22章，第11章就差唔多喺正佢嘅中心。咁嗰處咧有兩個見證人對世上高嘅國嚟去做見證，但係佢哋被謀殺，佢哋復活，佢哋亦都被召上天上高。咁呢4件事咧，就係喺兩組時間嘅尺度嘅中間。第一組咧就係喺啟示錄第11章嗰度，外邦人踐踏聖城42個月。咁跟住咧，呢兩個見證人咧就同呢啲嘅外邦人抗衡1260日。咁跟住呢兩個見證人被殺，佢哋嘅屍首係唔可以被埋葬嘅。呢度就有3日半嘅時候。跟住第二組嘅時間尺度咧，就係喺第12章同第13章。第13章講到獸得到權柄，可以向啲人民施暴42個月。咁跟住咧有一個敬畏神嘅婦人，佢係逃到曠野裏邊，被養活1260日。咁跟住咧呢個婦人咧就飛到曠野裏邊，亦都係被養活嘅。嗱，呢個就係一個謎嚟嘅，1載、2載、半載。咁但係如果我哋將1載、2載、半載加埋就係3載半，咁喺數值上高咧就係同3日半係一致嘅。咁我哋就可以話呢個1載、2載、半載就係等同3日半。咁如果我哋將3日半加3日半，我哋就得到7日。7日就係聖經嘅1週嘅週期。跟住我哋就再睇其他嗰啲時間嘅尺度。如果一個月係30日嘅話咧，1260日就係3年半，再加1260日就係7年。咁呢個喺聖經裏邊亦都係一個安息年嘅週期嚟。咁我哋睇到同樣42個月加42個月，亦都係一個安息年嘅週期。咁我哋就翻返到嚟睇一週係咩嚟嘅？一週就係上帝嘅工作。上帝工作係從開始到世界嘅末了，即係講出整個創造嘅歷史。咁我哋亦都睇到3日半係同1260日係同42個月係平排嘅。我哋就睇到呢啲嘅時間嘅尺度，全部係講緊喺創造裏邊從開始到末了所發生嘅時間。咁我哋想追問落去，點解約翰用咗2個唔同嘅時間單位，就係日同埋月嚟去代表同一個嘅時間咧？咁我哋翻到創世記，我哋就明白日咧係由太陽嚟去斷定嘅，而係太陽喺創世記裏邊係管理白晝。咁我哋知道聖徒跟住基督嚟去行，就行喺光明當中。似乎約翰係講出嗰啲基督嘅跟從者，佢哋嗰個嘅時間。然後我哋亦都睇到月咧係從月光嗰處嚟去斷定嘅。呢個月光喺啟示錄裏邊係管理黑夜嘅。咁唔悔改嘅罪人行在黑暗當中，所以約翰就用咗月嚟去代表佢哋嗰個嘅時間。咁樣用日同埋月咧，
喺整個啟示錄係一致嘅。好啦，咁我哋就而家要問一個問題：到底呢兩個復活嘅見證人會唔會係耶穌安息嘅主咧？點解咧？就係因為我哋睇到呢啲全部都係安息嘅時間尺度嚟嘅，3日半就係一週嘅一半，1260日同埋42個月就係安息年週期嘅一半。到底啟示錄裏邊有冇一啲嘅顯示話俾我哋聽呢兩個見證人係耶穌咧？有嘅，因為喺第11章第9節裏邊講咗2次嘅，就係呢兩個見證人只有一個嘅屍首。咁我哋再睇落去就係耶穌稱佢自己為安息嘅主，並且咧耶穌係為咗佢呢個嘅聲稱嚟去付上佢嘅生命。耶穌話安息日係為人而設嘅，人唔係為安息日而設嘅，所以人子係安息嘅主。但係耶穌唔係因此就停喺嗰度，跟住佢喺一個安息日裏邊喺會堂裏邊醫好一個手枯乾咗嘅人。咁啲人憤怒到要推耶穌落個懸崖度，即係要殺佢。但係你睇4福音，耶穌繼續嘅喺安息日裏邊挑戰嗰啲嘅人對安息嘅睇法。跟住我哋就再睇呢兩個見證人係咩嚟嘅咧？我哋睇見上帝喺呢個世界裏邊不停嘅叫佢嘅使者寫低一啲嘅嘢，同埋佢使者親自嘅講說話嚟去係叫人翻到去上帝嗰處。呢個就係以律法同埋先知嚟去代表咗。耶穌嚟到就話佢唔係廢掉律法同埋先知，佢反而係要成全律法同埋先知。但如果我哋咁樣睇嘅時候咧，我哋就再睇到更加美麗嘅一個描述。耶穌既然係上帝，佢就做上帝嘅工作。所以咧，呢兩個見證人如果係耶穌嘅話咧，就擺咗喺上帝嗰個時間尺度嘅中心。咁更加睇到咧，就係耶穌作為人子，佢喺歷史裏邊係帶領佢嘅聖徒步向上帝嗰個嘅安息。咁但係咧，耶穌冇忘記咗嗰啲唔悔改嘅罪人。佢作為人子，佢喺歷史當中要審判呢啲嘅人。呢處係講出聖經裏邊好多好美麗嘅真理，或者你可以講話係神學。咁我哋就可以喺呢處下一個結論，就係呢兩個見證人，就係復活嘅耶穌，就係安息嘅主。好啦，咁我哋就再睇第7個嘅號角。第7個嘅號角就話：世上嘅國成咗我主同埋主基督嘅國，佢要作王，直到永永遠遠。咁但係跟住咧，就外邦人仍然有空間嚟發嬲嘅。咁但係上帝嘅憤怒就臨到佢哋啦。咁表示咧，呢個得勝咧係一個創啟嘅得勝嚟嘅。之後咧仍然有爭戰，以至到最後嘅得勝可以係達得到。跟住上帝要審判死人嘅時候到啦，咁佢嘅僕人、眾先知同埋眾聖徒同埋敬畏佢嘅人，大大小小都得到賞賜。咁之後咧，聖經有一句就話：你敗壞嗰啲敗壞世界嘅人嘅時候，亦都到啦。咁我哋問嗰啲罪人喺邊度啊？嗰啲嘅罪人完全係被歸納喺嗰啲敗壞世界
嘅人嗰度。咁其實呢個就係呼應緊創世記第1章，上帝要人好好管理呢個嘅世界。當人唔好好管理呢個世界，係錯失咗上帝呢個目標嘅時候，呢啲全部都係罪嚟嘅。咁最後我哋就歸納呢頭嗰兩個嘅定位點。上帝係安排人嚟去好好治理佢嗰個受造世界，但係人類係偏離咗上帝嗰個旨意。但係上帝冇放棄人類，亦都冇放棄呢個世界。咁喺第二個定位點，我哋睇到上帝係差遣耶穌基督，要帶領佢嘅聖徒同埋佢嘅受造世界係進入佢嗰個安息裏邊。呢個就完咗第一個部分。多謝。